平價又好用嘅粉餅，美樂呢一款絲絨收顏粉餅、動物粉餅3.0咧全新上線啦！主打5色精準收顏，加敏敏肌又好，再加超長持妝，可以非常之好咁樣照顧到我哋亞洲膚色嘅需求㗎。P01透明色百搭定妝，P02自然色上面提亮咧唔會假白，P03萌藍色提亮好自然，P05紫色糾正翻我哋嘅黃氣，而06號色咧就係竹青色，可以覆蓋到我哋面部嘅泛紅嘅位。每一款咧都係針對性嘅研發，同時咧佢仲要係全綠嘅配方啦，無添加滑石粉啦、酒精啦、重金屬啦等6大嘅雷區。3微米超細膩控油嘅同時咧唔會甩妝啦，唔會泛黃嘅。而家真係好抵玩嘅，49.9。咁其實我日常咧我都會用佢嘅，因為佢好大啦，兼且咧佢仲會送呢一個順禮喎。呢個牌子咧其實我都唔需要多去介紹噶啦，粉餅界嘅長青樹，品質咧大家亦都可以放心使用。